国际上紧来看，美国总统拜登昨是邀请日本、印度甲澳洲的领袖，伫咧家己厝内举办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即届同款是搁再讲到台海问题，嘛搁再批评中国伫咧南海扩大影响力，恐惊去危害到印太和平。 美国总统拜登迎接贵宾，和印度总理莫迪一路车马上甲拜登握手。美国时间2日，拜登伫德瓦拉州的厝内邀请日本、印度、澳洲的领袖举办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拜登上任之后第4届举办四方峰会。因为拜登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近期特别交期，外界认为这届峰会是4个国家希望借此来维持紧密的合作。Friends, हमारी बैठक ऐसे समय हो रही है, हम किसी के खिलाफ नहीं हैं। हम सभी एक रूल्स बेस्ड इंटरनेशनल ऑर्डर, संप्रभुता और क्षेत्रीय अखंडता के सम्मान और सभी मसलों के 会谈时，四名领袖除了讨论甲中国的外交关系，嘛讲到台海问题，表达出对中国的威胁，还有迫害稳定的活动有同款的烦恼，嘛呼吁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拜登甚至是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咧替家己争取外交空间，来增加国家的利益。 China continues to behave aggressively, testing us all across the region, and it's tru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East China Sea, South Asia, and the Taiwan Straits. It's true across the scope of our relationship, including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issues. 为了强化海洋安保的合作，4个领袖宣布，在2025年会进行4个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包括和澳洲、日本加印度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尊定驻兵。另外，阁提出扩大印太海域意识倡议。在除了峰会成员国以外，嘛要甲东南亚、甲亚太其他地区国家，做伙提升海洋安保甲救援的合作。除了看到峰会，各国领袖嘛分别举办相并的会谈。拜登甲岸田文雄会谈的时阵，双方嘛阁一摆强调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决心，而且在研发保护 AI 人工智慧、半导体这领域会继续合作发展技术。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